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2月20日，神圣的决定。约书亚记15章到16章。我们今天祷告的经句在申命记11章22到23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这样子的应许很清楚，但执行起来或许是会有一些困难，是吧？我们明明知道我们需要改变，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改，不能。我明明知道我不能吃太多甜的，不能吃太多花生，我的眼睛就会不舒服，或者是我就会气喘，但我就是不能，我就是没办法。我明明知道我不能滑手机，我不能一直在那边想，没有行动，但我好像没办法改变，我是不能。还是其实我们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呢？今天的经文来到了犹大支族分得的土地，跟16章也是继续来讲这个以法莲和玛拿西支族分得的土地。但是我们看到15章最后一节63节说到，犹大人无法把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走，因此耶布斯人仍然跟犹大人一起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而16章10节也这样说，以法莲人没有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赶走，所以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人当中，直到今日，但他们被迫做以法莲的奴隶。什么原因会是这样呢？不是明明说，神是明明这样子说吗？说要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吗？那怎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经文呢？那么可见，在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的过程中，他们有时很轻忽怎么轻忽呢？因为呢，他们就是这样，就是在乎这些人可以做苦工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是不愿意呢，还是不能呢？的确，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要靠我们自己改掉一些生命中的不应该存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坏行为、坏毛病，或者是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神不喜悦的。神其实很清楚的说，你们若留心谨守遵行我吩咐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哇，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让我们辖制我们，以致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赶出去的。正如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若是愿意来寻求神，我们愿意靠主的能力，那加给我的能力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如果我还不认识神，基督的生命不在我里面，我的确没有能力改掉这些坏毛病，
我们看到这社会上有这个有烟瘾的，有毒瘾的，有一些没有办法抗拒内心的这些不合常理，已经妨碍到他正常生活的，真的没有主是无能为力，的确是改不了。但是亲爱大家，神既然已经应许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所以我们是能的，真的，我们能胜过这一些，而不是不能。而我们愿不愿意靠神，这是一个神圣的决定，因为我们是要靠神。我们说，主啊，我若多吃这一块肉，多吃这个糖，我放纵自己，那么我们是真的是不能。我们越改，体重会越重，我们越改烟瘾、毒瘾、赌博瘾，我们越改，我们越严重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更失望，我们就干脆放弃了。若是我们说，主，我为你改，主，我真的承认我没办法，主啊，我要恳求你来帮助我，是神你来，那么我们就会是走入神心意，那这个决定会是神圣的。而这个神圣的决定呢，它其实是有个步骤，不是喊一喊就这样，神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有一本书叫做《神圣的决定》，这个牧者他就来分享了，这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先开始，要决定要改变，而且你要停止。第二部分是你不是只有说我要开始改变而已，而是我要停止那个神不喜悦的，我就停下来，放下手机，我就停下来，我不再拿酒杯起来，我停下来，我不再拿烟，或者是我不再上牌桌上，我就停下来。而我停下来呢，我呢继续，我要完成，要神留下神给我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前进的帮助，让我真的是知道我不是没有能力的，我靠着主我可以往前走，靠着主踏出去，靠着主我去服侍神，我去服侍人，而我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斗，而是我跟神来连接，我跟神的话、神的灵来连接，跟神的教会、跟神的给我的关系，这个十字架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是连接，是有能力，我们里面不是空空的。然后我们是心靠主，靠着主，靠上去，让神来带领。于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那个改变的开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在游牧师他就任的时候，就有讲过巴菲特的这个7件事的名言。他说，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做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做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所以亲爱的大家，这里面没有我不能做的，有神，有这位全能的神，我们所做的神圣的决定，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做，好不好？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不管这个社会的结构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恳求你来帮助我，即便这个结构是这么坚硬。我们看到15章的第18节，迦勒的女儿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田地的，可是她在结婚那一天俄陀聶他怂恿他的迦勒的女儿亚萨去向他父亲要一块地。亚萨下了炉，迦勒他的父亲问他，你要什么？身为女儿，她说，我要水泉，因为你给我的地是干地。愿意只要改变这个结构，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样能够改变，因为这是神圣的改变。于是迦勒把上权下权全部给了他的女儿，这是那时代没有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大家，只要有神在里面的决定，就是神圣的决定，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邀请神在我们的决定里，神也要与我们一起有一个旅程。我们的生命到底在乎什么？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生命在乎的东西，神是不是神所在乎的呢？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神要带领我们，在我们神圣的决定里，他给我们力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所以亲爱的大家，好不好？我们从今天有一些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得着那生命重要的，是我们所指望，我们盼望，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一生会走在神道路中，我们有力量，而且是喜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应允我们生命中那个重要的盼望。主啊，我们生命中常常在等待，但主，我们忘记我们所等待是你已经给我们，你与我们一起，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除你以外，主，我们别无所求，因为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丰富丰盛的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走在神的道路上，做一个神圣的决定，从今天开始就改变。神要带领你改变跟突破。我们下次见。